来关心去年9月，高雄海军陆战队99里有一个姓郑排长，想要开行底路，家属质疑讲是受到连长的霸凌，提告了后是以不起诉来定刑。另外，这个连长高压的管理方式，那像嘛，互另外一个下司因为挡袂牢，怎决定离职。罗马手虽然是有和解，不过家属也是质疑并无查明真相。也那军方这边是讲会继续关心协助救济。 连长有什么话想要和我们说话吗？前往副解司姓港连长检视中领时，对着提问拢无爱回应。这是海军陆战99旅姓郑排长革新了安放所在，姓港连长是甲另外一名姓黄的前排长约伫现场签副解司。我只要他的10分歉意跟一丁点的关怀，但是1年多了，将近2年了，没有。 姓黄的前排长当初因连长不当管教申请调职，姓郑排长接任了后发生自杀遗憾的代志，予伊对死者家属心内真袂得过，并且向连长提出违反中官职责告诉，双方调解赔偿50万块贴告，也甲钱拢关乎姓郑排长的家属。只是共一位连长连续予下属来控诉管教不当，军方敢记一支新界，家属是无法度来接受。国防部要给我们的交代跟真相。 也没有。囡仔伫军中死亡，对妈妈提出告诉，其实因为4港的连长犯罪嫌疑不足，无起诉来定案。司法的机构跟就是监察的机构，可以再去审慎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因为前面有黄排长的事情，后续才接着郑排长的这样子的发生这样子的状况。军方回应尊重司法的判决，家属若是要用其他救济手段，拢会协助，并且继续来关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